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芭乐。而即摆11月是大出的季节，每一年到这个时阵，芭乐的挂价1公斤差不多伫个20块到28块左右。不过今年竟然是飙到57块1，这个零售价每公斤甚至是超过100块，哪会安尼呢？农会讲，因为今年的黄霜雨一直到今年的7月才来落，这个时阵芭乐当咧开花。结果，这个芭乐幼果和这个大雨来拍害，严重影响到今年的收成。虽然讲目前绩效真好，但是农民想要卖嘛无货，所以这个绩效更较好嘛无采工。土地就是啊，过恁2个月就软了。芭乐园内底才土地的芭乐，搁2个月才会使满。原本11月是芭乐大出的产期，不过今年因为梅雨慢7个月才来，造成芭乐的产量减少。暴雨导致迄个芭乐的幼果拢掉落，产量减少，芭乐的绩效嘛对得起。不过即马芭乐到底有偌贵？正边的萝卜饭便当一个卖55块，倒边一粒芭乐13两重，即马同款卖55块，和萝卜饭便当同款贵。即马芭乐大盘批发商一台斤57块1，是这5年以来新高。小卖批发一台斤大约50块，中部一般摊商一台斤起到65块，北部甚至飙价80到100块。啊，敢买袂？不会，随便来等啊。你如果好吃的话，想吃也是会买啊。就算有人出关价要来买，农民嘛无货通卖。啊，继续好，我嘛是无收成啊，嘛是无效。对，嘛是无效。另外一个果真园，芭乐果甲真好，正常出货，不过因为绩效起价，阁有贼仔想要来偷。爱烦恼袂？哎哦，袂烦恼，我毋是讲我12点呢。是哦，你逐工拢在遐顾啊。啊，无法度啊。不过因为二期花期顺利，农会按算到12月中旬的进入芭乐的产期，恢复正常出货，到时阵芭乐的绩效就会较回。